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6日，何西阿書12章6節安尼講：所以你着歸向你的上帝，持守慈愛公正，不時耐心聽候你的上帝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持守慈愛公正，甲耐心聽候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用家己的大能創造大地，用你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聰明天開穹蒼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照你家己的心意來賜下各樣的恩賜予阮，也予阮通照你的形象來受創造。主啊，感謝你將一切好物來賞賜阮。主啊，世間人常常想要倚靠家己的才調來解決一切問題，最後攏是來失敗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清楚明白家己的無完全，也知影這時的無能為力。主啊，獨予阮來歸向你，持守慈愛公正，予阮不時耐心聽候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